歡迎大家嚟到2026年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嘅特別對談。今次我哋好開心請到 Elon Musk、Tesla 嘅執行長、SpaceX 嘅首席工程師、xAI 嘅首席技術官，仲有 Lawrence Diffing、BlackRock 嘅董事長兼執行長、世界經濟論壇臨時聯席主席，一齊進行一場非常有前瞻性嘅深度對話。我哋會傾到人工智慧嘅未來、能源革命、人形機器人同人類共存。仲有喺歐洲自動駕駛嘅最新進展、太陽能嘅極限潛力，甚至太空資料中心同可持續發展。Elon Musk 會毫不保留咁分享佢對科技、經濟同人類命運嘅最新思考。呢場對談喺2026年1月22號喺瑞士達沃斯現場錄到，裡面嘅觀點爭議性十足，再加上都好具啟發性。而家就讓我哋一齊去聽下呢場改變未來嘅對話。頭先嘅掌聲唔係好響喎，再睇過咁樣好多謝。係啊，我哋會令呢場對話變得好有趣。咁呢次會議之後，你想要大約幾多句金句啊？我唔知喎，5句咯。好，各位下晝好高興見到大家。佢達沃斯呢個禮拜真係好精彩嘅，希望咧大家都見到我哋喺度進行緊對話，咁希望大家都會同意。有冇對話我哋可能會有分歧，亦都有好多對話我哋係達成嘅共識。但係透過呢啲對話，加上今日早前達成嘅和平協議咧，世界經濟論壇嘅目的就係要進行對話，增進理解同埋尋求解決方案。咁所以呢個係我哋論壇嘅核心價值。我非常榮幸可以請到 Elon Musk 攞到現場。佢遠道由加州飛嚟同大家見面，多謝你 Elon。唔使客氣。我聽聞要搞個和平峰會啊 ，Peace Summit， 我就喺度諗啊，係咪一塊塊 Peace 嗰個 Peace？ 你知啦，分一塊格陵蘭啦，譬如分一塊委內瑞拉咁樣。其實又或者其他地方都可以。我哋睇到一個金句啦，我哋只係想要和平。好，正如我所講，自從貝萊德上市以嚟，我一直都係個好自豪嘅行政總裁。貝萊德俾股東嘅複合回報率平均每年大約係21%，而自從 Elon Musk 領導同帶領 Tesla 上市以嚟，佢哋平均每年複合回報率就高達43%。呢個對大家嚟講係另一個廣告，特別係對歐洲人。呢個就係原因。更多國民應該投資嘅增長上面，投資佢自己嘅國家。想像下，如果當年 Tesla 上市嗰陣，有好多退休基金跟住 Elon 一齊投資，咁呢啲同 Elon 並肩作戰、分享增長嘅退休基金會有幾多回報？所以呢個係一個驚人嘅回報，好少公司做得到。我哋今時今日喺邊間規模同 Tesla 一樣大嘅公司可以有啲高嘅複合回報，咁所以恭喜晒，多謝好嘅指標。我哋嘅 Tesla 有團隊，呢個就係原因。咁所以我依家想深入探討下科技嘅核心同埋佢哋各種可能性。我想傾下人工智能啦、機械人技術啦、能源啊、太空發展啦，同埋最終歸結到工程學、工程紀律規模化同埋執行力。好少人，甚至可以話係啲人有呢種經驗同勇氣去正面應對呢啲問題。唔單止係諗法，仲有咁多唔同技術領域嘅執行力。Elon， 咁所以我覺得我哋喺達沃斯呢度進行呢場對話係好重要嘅。咁所以你而家同時喺人工智能啊、機器人啊、太空同能源領域發展。當你睇翻呢啲努力，從工程角度嚟睇，佢哋有咩共同點？佢哋都係好困難嘅技術挑戰啦。我公司嘅整體目標係將文明嘅未來最大化，
基本上就係最大化文明擁有美好未來嘅可能性，並將意識擴展到地球之外。以 SpaceX 為例咧，SpaceX 係要推進火箭技術，直到我哋可以將生命同意識延伸到地球之外啦，去到月球啊、火星，最終去到其他行星系統。我認為我哋應該始終將意識，即係我哋所知嘅生命，視為脆弱同微妙嘅，因為據我哋所知，我哋唔知道其他地方仲有生命。你知啦，成日有人問我哋當中係咪有外星人？我會話我就係其中一個，或者你係嚟自未來啦。佢哋唔信我。好，咁所以，我覺得如果有人會知道我哋當中係咪有外星人，嗰個人一定係我。我哋喺上面有9000粒衛星，但係從來冇一次需要避開外星飛船，所以我心契，我唔知底線係，我認為我哋需要假設生命同意識係極其罕見嘅，可能只有我哋。如果係咁，我哋就需要盡一切可能去確保意識之光唔會熄滅，因為我哋實際上我哋睇法係，我腦海中嘅畫面係冇廣闊嘅，黑暗中一啲微弱嘅意識之燭好容易就會熄滅，所以令生命成為多行星生命係好重要嘅。咁樣，如果地球發生自然災害或者人為災難，意識都可以延續落去。呢個就係 SpaceX 嘅目的。Tesla 顯然係關於可持續技術，而且喺呢個階段，我哋嘅使命中加入咗可持續嘅輔助，所以透過機器人同人工智能，呢個真係通往全民富足嘅道路。人哋成日講話要解決全球貧窮問題，或者基本上點樣令到每個人都有好高嘅生活水平。我哋唯一嘅方法就係人工智能同機器人技術。呢個唔代表佢係完全冇問題嘅。我哋對人工智能要非常小心，我哋對機器人技術要非常小心。我哋唔想發現自己身處喺詹士金馬倫嘅電影入邊呢。你知啦，未來戰士佢嘅戲好正，全部都好正，但好明顯我哋唔想身處喺未來戰士入邊。但係如果你有周圍都係啲人工智能啦，基本上係免費或者接近免費啦，仲有周圍都係啲機器人技術啦，咁你就會有一個全球經濟嘅爆發式增長，全球經濟嘅擴張係真正史無前例嘅。呢種擴張可以係廣泛啲咩？係定係狹窄嘅？咁樣可以點樣創造出嚟？佢點樣可以擴大全球經濟？係，我意思係可以咁樣去睇。如果你有大量嘅人形機器人啦，經濟產出就係每個機器人嘅平均生產力乘以機器人嘅數量。啱。事實上，我哋預測係喺未來嘅理想情況下，機器人實際上會製造出咁多機器人同埋人工智能，以至於佢哋會滿足晒人類所有嘅需求。意思係到咗某個位，你甚至睇唔到有咩可以叫機器人去做，譬如就會出現極之豐富嘅商品同埋服務，因為我預測機器人嘅數量會多過人啊。但係佢嗰種情況下，人類仲有咩目標呢？係，我意思係你知啦，佢哋係完美嘅，但係我意思係呢個係必須嘅，你唔可以兩樣都要。你唔可以一方面有必須要做嘅工作，另一方面咧又有全民共享嘅極大豐富。因為如果係必須要做嘅工作，而有得部分人識做，咁你就唔可以令到每個人都享有豐富嘅資源。咁就係狹窄，係狹窄，冇錯。但係如果你有幾十億個人形機器人，而我覺得係會有嘅。我哋地球上每個人都會有一個，而且都會想要一個，因為你邊個會唔想要個機器人？你知啦，假設佢好安全，幫你諗住細路，照顧你嘅寵物。如果你有年邁嘅父母，我好多朋友都話佢哋有年邁嘅父母，
要照顧佢哋係非常之困難嘅。係啊，而且好貴，係好貴，而且好貴，而且根本冇足夠嘅人手去照顧，咁足夠嘅年輕人去照顧老人家。冇錯。所以如果佢哋如果你有一個機器人可以照顧同埋保護年邁嘅父母，我覺得咁樣會好正。擁有呢樣嘢會係一件好神奇嘅事，而我相信我哋將會擁有呢啲嘢。所以我哋意思係總括嚟講，我對未來非常樂觀啦。我認為我哋正邁向一個物質極其豐富嘅未來，呢樣嘢好型，而且我哋絕對係處於歷史上最有趣嘅時代，特別係而家呢一刻。我唔認為歷史上有比而家更精彩嘅時刻。但係喺呢段新歷史入邊，你同我可唔可以逆轉衰老，或者我哋有冇機會見證到？你知啦，我仲未花太多時間研究衰老，不過我認為呢個係一個好大機會解決嘅問題。當我哋搞清楚係咩導致衰老嘅時候，我哋會發現原因係顯而易見嘅。呢樣嘢一啲都唔深奧。我之所以話佢唔深奧，係因為你體內所有細胞，你知啦，基本上都係以同樣嘅速度衰老。我呢世人都未見過有人左手好老，但係右手好後生。點解會咁呢？呢個意味住一定有一個時鐘，冇錯，一個同步時鐘喺你體內35萬一個細胞之間進行同步，而且你知啦，順帶一提啦，死亡其實係有嘅好處嘅，就好似我哋嘅更長壽命，其實係有原因嘅。因為如果人類真係可以長生不老，或者活得非常之耐，咁我哋社會就會有僵化嘅風險，所有嘢都會變得停滯不前。而且你知啦，佢可能會變得令人窒息，失去活力。但係話雖如此，我仍唔認為我哋會揾到延長壽命嘅方法，甚至乎可能逆轉衰老。我認為呢樣嘢極之有可能。我好期待嗰一日。係啊，咁樣你所講嘅未來，包括人工智能模型啊、自動化機器啊、火箭啊，都取決於運算能力嘅大幅提升、能源嘅大量增加、昂貴嘅能源，仲有生產規模，要達到嗰個目標樽頸位喺邊度？仲有喺投入咁多開支嘅情況下，我哋點樣確保呢啲成果係普及化，而唔係少數人專利？我只係覺得好自然地，佢會變得非常廣泛，因為人工智能公司會盡可能尋求更多嘅客戶，而且人工智能嘅成本已經好低啦，仲每年都喺度暴跌啦。我係話人工智能嘅成本幾乎每個月都有顯著嘅變化。而家周圍都有開源模型，係非常好，係有開源模型，而開源模型只係落後一啲，可能比私人或者封閉式模型慢1年左右。所以我認為人工智能公司會尋求盡可能多嘅客戶，即係話佢哋會向全世界提供人工智能。但係要達到嗰個目標嘅成本，包括運算、晶片、晶圓廠、電力供應，對我嚟講呢，佢都係巨大嘅開支。限制因素呢，係我認為部署人工智能嘅根本限制因素呢，係電力。冇錯，就係能源問題。我係話，我哋見到人工智能晶片嘅產量呈指數級增長，但係電力供應嘅增長速度卻微不足道，每年最多3%、4%，係好明顯、好快，甚至可能喺今年稍後時間呢，我哋生產嘅晶片就會多到唔夠電去開機嘅。除咗中國嘅電力增長非常驚人，就喺我哋講緊嘢嘅時候，佢哋正喺度建造100吉瓦嘅核能。事實上咧，就太陽能係中國最重要嘅能源啦。咁所以我相信中國每年嘅太陽能產能係1500吉瓦，而且佢哋每年部署超過1000吉瓦嘅太陽能。而家你知道
對於持續嘅太陽能負載咧，你要將嗰個數除以大約嘅，我唔知4或者5，可以話係大約250吉瓦嘅穩態電力，再配埋電池啦。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數字，係美國平均用電量嘅一半，冇錯。咁所以美國平均用電量咧係500吉瓦。中國單單係太陽能咧，就係單單太陽能咧就可以提供穩態電力，加上電池，每年單靠太陽能咧就可以達到美國電力產量嘅一半。冇錯，太陽能係目前為止最大嘅能源來源。事實上，當你放眼望去，甚至喺地球上，但係肯定喺地球之外，太陽幾乎佔咗所有能源嘅100%，呢點好重要。所以太陽佔咗太陽系質量嘅99.8%，木星大約佔0.1%啦，其他所有嘢都係雜項啦。而家就算你喺熱核反應堆入邊燒咗成個木星，太陽產生嘅能量總額依然會接近100%，因為木星只係佔咗0.1%。如果你傳送多3個木星入我哋嘅太陽系，再燒埋嗰3個木星，同埋太陽系入邊嘅所有嘅太陽嘅能量依然會接近100%。所以重點真係在於太陽啦。呢個就係點解我哋 SpaceX 啊喺幾年內會做咗其中一件事，就係發射太陽能人工智能衛星。冇錯，因為太空真係巨大能量嘅來源，而且你唔需要佔用地球上嘅任何空間。太空有好多空間，而且你可以擴展到巨大嘅。我係話你可以擴展到我哋最終每年可以達到幾百太瓦。你同我之前都傾過呢啲話題啦，但係不如你同觀眾講下美國需要點樣做，需要點樣嘅地理環境先可以建立嗰種太陽能場為全美國供電。咁然後咧，我諗問呢個問題咧，點解我哋仲未開始做？係我哋一個粗略嘅睇法係100英里乘100英里，或者叫160公里乘160公里嘅太陽能板就足以為全美國供電。所以100英里乘100英里嘅面積，即係話你基本上可以喺猶他州嘅一小角、內華達州、新墨西哥州。當然你唔會想將佢哋全部放喺同一個地方，但係呢個只係佔美國國土面積好細嘅百分比，就足以產生全美國所用嘅所有電力。其實歐洲都係一樣嘅，你可以嘅，例如西班牙同西西里島一啲人口相對稀少嘅地區，就可以產生歐洲所需嘅所有電力。咁點解你覺得呢度同美國都冇朝住呢個方向發展嘅趨勢？其實係有啲好似中國咁，可惜喺美國太陽能嘅關稅壁壘非常之高，呢樣嘢令到部署太陽能嘅經濟成本俾人為咗推到好高。因為中國製造嘅幾乎所有嘅太陽能產品，如果係冇乜規模，歐洲或者美國要點樣先可以喺商業上建立到？係我可以話你知我哋嘅 SpaceX 同 Tesla 會做啲咩？就係我哋正喺度建立大規模嘅太陽能系統，所以 SpaceX 同 Tesla 團隊正分別努力緊。目標係喺美國每年生產100吉瓦嘅太陽能電力。嗰個目標可能要用我唔知大約3年左右啦。但係咧個數字都幾大下。仲有你知啦，我會鼓勵其他人一齊咁做。我哋明顯控制唔到美國嘅關稅政策，但係對於其他國家，我會建議，你知啦，中國製造嘅太陽能電池成本真係極之低。我覺得發展大規模太陽能係好值得嘅。咁我知你將會發表幾個關於機械人技術同埋佢嘅功能嘅重大宣佈。我係指當我去工廠嗰陣，你俾我睇過嗰啲機械人，
係啊，你提過會有幾十億個機械人啦，但係佢哋可以幾快可以喺製造環境入邊部署到咧？佢哋可以幾快投入使用、發揮功能同埋創造你所講嘅嗰種富足咧？你人形機械人技術會發展得好快，我哋確實有啲 Tesla Optimus 機械人喺工廠入邊做緊咁簡單嘅工作，冇錯。除咗呢啲，可能今年稍後時間到今年年底，我哋睇睇會做緊嘅更複雜嘅工作，而且依然係部署喺工業環境入邊，仲有可能出年某個時候，我會話到出年年底，我哋會向公眾出售人形機械人。到時我哋就有信心佢嘅可靠性同安全性都好高，而且功能範圍都非常之廣。你基本上可以叫佢做任何你想做嘅嘢。其實咧喺 Tesla 汽車入邊已經見到你哋正進行緊軟件更新，而家係咪每季都有一次更新，提升車入邊機械人嘅能力啦？係啊 ，Tesla 全自動駕駛軟件，我哋有時一個禮拜更新一次。仲有最近有啲保險公司話，其實佢真係好安全啊。當 Tesla 全自動駕駛係冇安全嘅時候，佢哋會為客戶提供半價保險。如果佢哋嘅車入邊使用 Tesla 全自動駕駛嘅話，佢保險公司可以監控到，佢哋可以咁做，係咪協議嘅一部分？係啊。但係我覺得自動駕駛汽車喺呢個階段基本上已經係一個解決嘅問題，係Tesla 喺幾個城市推出嘅一種無人駕駛出租車服務，而且啱吧，將會我喺今年年底之前咧喺美國境內會變得非常非常普及，然後我哋希望下個月可以喺歐洲獲得受監管嘅全自動駕駛批准。真係咁快？係啊，之後咧，希望中國嗰邊嘅時間表都差唔多。咁我想講下太空，因為從歷史上嘅太空係非常之耗費資金嘅。咁以前一直都係由政府主導嘅，好明顯 SpaceX 改變咗成個模式。但係我哋見到規模擴張得好慢，而家我開始見到你做緊嘢嘅，同其他方面都喺度加速緊。同我哋講下，你知啦，自動化同人工智能係點樣改變緊建造，同埋為我哋嘅太空運作做準備嘅經濟效益。好啊，咁 SpaceX 今年希望實現嘅關鍵突破，亦即係重大突破，就係完全重複使用。所以從來冇人實現過火箭嘅完全重複使用，呢點對進入太空嘅成本嚟講非常重要。我哋透過回收獵鷹9號嘅助推級，實現咗部分重複使用。我哋而家已經成功回收咗助推級超過500次。但係我哋仲係要攞咗個上層級，喺獵鷹9號重返大氣層嘅時候會銷毀。咁所以嗰部分嘅成本相當於一架中小型噴射機。所以，但係用星艦嗰支巨型火箭，佢係有史以嚟製造過最大嘅飛行機器。我知就係你打算用佢去火星嘅火箭，係咪？係啊，去火星同月球，仲有用咁處理大量衛星嚟嘅。咁所以星艦咧，希望今年我哋可以證明到星艦嘅完全重複使用咧，呢個將會係一個深遠嘅發明，因為當你實現完全重複使用，進入太空嘅成本將會降低100倍。係呢種經濟上嘅差異，就好似你可以預期到可重複使用嘅飛機同唔可以重複使用嘅飛機之間嘅分別嘅。好似話，如果你每次飛完都要飲咗個飛機，佢嗰次飛行就會非常之貴。但如果你只需要加油咧，咁成本就只係燃料費。咁所以
呢個真係根本性嘅突破啦！我哋認為呢樣嘢會令進入太空嘅成本低過飛機貨運嘅成本。所以好容易就可以做到每磅低過$100咁樣。氮氧將大型衛星送入太空嘅成本就會變得好低，非常之平。仲有，如果你喺太空用太陽能，效率會比去地面高5倍，甚至可能仲高，因為太空好凍啊。係啊，咁嗰度成日都有陽光，所以佢咁夜循環。冇錯，亦都喺季節或者天氣影響咧。咁太空仲可以多大約30%嘅電力，因為佢大氣層對能量嘅衰減。係最終結果係任何一塊太陽能板，其實例如話喺太空產生嘅能量，都會比佢地面多大約5倍左右。氮做有冇可能將啲電力帶翻去地球？有個方法可以做到，定係你只係利用個電力嘅滿足需求？例如喺太空起人工智能數據中心。我哋喺太空起太陽能人工智能數據中心係理所當然嘅，因為正如你所講啦，太空亦都非常之凍。如果你處於陰影區，太空就會好凍，只有絕對溫度3度，亦即係話溫度非常非常低。所以你只需要將太陽能板面向太陽，然後將散熱器背向太陽，咁就唔會受到陽光直接照射，氮氧散熱就會非常之有效率。咁所以最終結果係放置人工智能成本最低嘅地方將會係太空。